高雄有袂少透天的旧社区，居民拢惯势甲车挡伫咧顶仔骹。不过，其实安尼做算是违规停车。根据警方的统计，今年到11月为止，都掠到21万件。最近因为交通部宣布讲，地方政府会使看款开放伫顶仔骹停车，都有当地里长和居民呼吁市府嘛来开放。 街路两边一台一台的汽车，高雄凤山民和街原本8米宽，因为停汽车单剩5米，毋拿汽车歹货车定定塞车，佮发生过车祸。但居民安尼停其实是合法的，因为若是停入去厝内顶仔骹，颠倒是违规停车。规抓拢总，大家拢有车，拢安尼顺势甲旁啊，即大货车拢在走呢，拖拉机足大只拢在走呢。 两只拖拉机根本就袂过啊！货车停伫顶仔骹，车牌用机车动的，警方接到通报来开单。同款的状况伫旧透天社区常常发生，停车加少，停路边占道路，停顶仔骹变违停。交通部宣布，地方政府会使看状况开放顶仔骹停车，民众嘛呼吁市府照社区状况适度开放。是不是住宅区可以先开放？开放啊，你看你的规范是怎么样？要让里民知道。 让执法单位知道，这样才有所本。没人会去过人的顶仔骹，因为我们不是大马路的店面，对啊，所以这样子更危险呢。高雄今年到11月为止，单违规停车检举就罚21万几件，以左营、三民甲凤山3区上济，其中阁以顶仔骹违停上大宗。考虑到民众停车的需求，交通局表示半暝停车未给罚。 开放停汽车，那因为目前道交条例呢是还没有开放，但是在深夜的时段0到6时呢，可以施以劝导免予举发。因为道交条例并无开放顶仔骹停汽车，交通局表示未全面开放，但针对较庄卡的所在会阁讨论。记者陈焕武、柯建准高雄报道。